祝咱生日快乐！什么物件啦？祝咱生日快乐！噔噔噔啊！你没继续唱落去？你是接唔对，无你唱一句。祝咱生日快乐！你唱遐悬要创啊？祝咱生日快乐！这应该是无版权啊吼，咱嘛无超过15秒啊！哦，真正是想袂到，咱的 podcast 已经一档啊啦，一岁啊啦，够感动听众朋友啊，咱的 podcast 一岁啊啦。嘿啊，那是对囡仔来讲，等于是大济啊呢。大济啊！若讲到囡仔的大济，你敢知影讲一般会有啥物款的活动？我知啥？你讲？叫做气酒的活动。气酒，气酒，嘿，嘿。你唔知哦？不是，做汉你听人讲气酒哦，因为一般都讲华语啦，抓周哦。啊，你甲听众朋友解说一下，讲啥物物件是咧气酒啊？气酒是要创啥？哦，气酒就是会啥？伫台啊内底啊，放足侪种的物件，啊，互囡仔去掠呢。是哦，所以大家人拢爱掠。无一定啊，看迄爸爸妈妈有替囡仔举办无？啊，你细汉时阵掠着啥？迄当阵我搁遐尼细汉，哪有可能有印象啦？反正阮兜佫无办咧。哦，听讲即摆囡仔做大济啊，要准备的物件，甲以前是完全无共款哦。是啊，我甲你讲，我去网络顶找资料讲啥物准备鸡腿啦、麦裤啦、翕相机啦、提款卡啦等等哦。哦，安尼我感觉我细汉时阵一定是掠着鸡腿啦，若无我即摆哪会遮尔爱食鸡腿？鸡腿。啊，你敢知影鸡腿代表什么意思？真高价的意思，嘛有影啦。毋过吼嘛是咧讲人真有福气啊，一世人食清无烦恼的意思。什么摕到鸡腿就会当食清免烦恼？这个人嘛想嘛做好满足的呢，干那一支鸡腿尔就会使满足哦。这是一种代表的意思，好无？哦，好啦，原来是安尼啊。嘿啊，虽然讲咱无咧做大济，毋过伫遮嘛是爱真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甲收听哦。无毋对啦，所以咱今仔日是。特别活动哦，特别活动啦！今仔日咱特别活动，有啥物特别活动？无，你是听做啥？什么特别活动？特别活动，你当作是替你办活动啊？我是活动，好吧？安尼，咱今仔日有啥物配信的内容是真特别，你记得对无？嘿，真特别。你即摆做想要开场的吼？咱紧来开场，甲网友讲的话来甲写，不是来甲念出来。哎呀，这个大济伫咧黑白录音，你要讲好啦，好啦。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个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耶！听讲咱最近吼，甲迄 Podcast 放去你的 YouTube 顶管啊，有收到一寡网友的留话哦。嘿啊，是写啥物咧？所以咱今要先念 YouTube 的留话是无？无毋对。好，安尼咱先来念。哦，来，我看一下哈。这几工进前，这。7498 wash 签名牌伊讲今仔日听到有声音的配信内底分享甲报送正人阿嬷的故事哦，这是咱旧年迄集啦，旧年咱的第一集啦，正人阿嬷的故事说互我想到，我这字伤细哦，连讲到应较大字了，想起离厝千万里远，故乡91岁老母亲，因为疫情。必须隔离，互我袂使倒转去，煞来流思念的目屎。真好的节目，和故乡母亲的好声音，努力。哎呦，这第一条，这第一条咧，哎呦，即摆母亲节搁要到啊，可能搁有一寡听众朋友，对，你若是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倒转去，但是不要紧啦，大家是真正是健康上重要啦，因为啦，敲一个电话啊，对，手机啊摕起来，是信啊，对，其实嘛是同款意思，因为你即满若是讲勉强家己，也是讲大家出去食饭，过去庆祝，那真正讲万不一啦，真正讲就是去用画着啊，是安怎？其实
真正拢袂好啦。嘿啦，增加迄风险。对啊，所以讲就是像咱录音的这个时阵，已经逐工拢已经超过万例啊。希望讲就是听众朋友拢爱平平安安吼。若真正去用隔离的，无要紧啦，写批来好不好？一直写批来，7工拢写批来，啊，我7工拢甲你念出来，好不好？我过来第二个，互你念。好，第二个哦，是姓苦的听众朋友。伊真认真哦，伊讲这是个人的学习记录是啥？记录，你这个记录学习记录啦。伊就是讲伫2分19秒的所在，19秒的所在。是你今日啥呐？你今日啥呐？你是安那多谢伤欢喜啊？是你喙内底有鸡腿，惊配出来啊！深坑，佮念一遍，配出来，佮念一遍，万底深坑，错啥？佮念一遍，你的网友的个人学习的记录，你甲伊念好清楚。好，万底深坑。听众朋友，你连感觉足奇怪，先啊，我旁边会念甲遮尔安尼，遮准、遮标准安尼，等下后壁恁就知影吼。好，过来是张旭，5月肉粽节啦。哦，我知，这条是咱问大家讲5日节时阵，大家拢叫做啥物安尼？无毋对。好，后一条就是这7数900，7数900，你报名白报较好了，好无？7数900，我去。无毋对，伊甲咱学了，伊讲咱是台语文诚好的节目。哦，我看拢是同款的网友伫留话呢。无啦，后壁阁有啊。哦是哦，我叫是你派来的。无。哦，过来这是一个现场的网友。哦，伊讲无一定听到就结束。请问两位主持人是啥物人？台语敖讲哦，赞！哇，多谢。大家好，我是乌边。大家好，我是白边。网友会想讲，恁两个有会那无会？阮就是乌白边啦。嘿啦，你就当做讲，阮两个是乌白边出来的人就好啊啦，好不好？好，过来后一条，或者我袂晓念，一个姓 A 的网友，A 开头的网友。嘿，无毋对。这是伫迄咱邀请邓美芬老师来的时阵的留话，伊讲就是讲迄面包客栈的即条歌的片尾曲真好听啊，歌戏好看，就就是质感，你的 M 质感。你拄则会讲加掉，你是毋讲？你是毋讲叫啊？加掉哦。我甲你看你 NG 啊，可你，然后甲你逼掉。质感，就质感的啊。美芬老师是女神哦。啊，共一篇嘛，另外一个姓张的网友，哦，这个姓张的网友留做侪话哦。伊讲歌戏天王，董美芬老师，董美芬有够赞，面包客栈的片尾要哪唱哈？什么？噔，来去匆匆哟。莫想过去，是不是安尼？听众朋友，你若想要知影这条歌安怎唱吼，你去听阮董美芬老师迄集哈。嘿，过来，如果是一个姓张的网友，哇，刷拢是刷落来是写的，一直无共片内底写。伊讲即时才发现，这个有一个节目做无彩的，已经无啊。请问主持人是啥？是啊，阮这个节目阁有啦。拄好多谢。你怎啊？你笑甲无法度录音啊？你有甲喊吗？你怎啊？较正经诶哦！听众朋友有一个人起笑，伊即摆一直笑。这无阁有啦，一定要甲阮支持吼。对，啊，伊下骹甲讲，听讲这啥是听讲这节目？应该是听到这节目，听到啦，嘿啦，听到这节目，感觉台语有救啊！哇，有救啊！但是阮两个已经无救啊！我白讲，好过来，我你聊。讲一个，对，伊讲听到黑白边的少年人，你还你个要叫迄个网友写批来啊？你个要网友写批来啊？听到黑白边的少年人讲遮尔认真的台语，感觉台语有前途。过来，讲一个黑白边有够赞，过来。听到真难得会当听到少年人讲遮尔认真的台语，感觉台语抑佫有救，我袂记。
要个有叫黑白边赞，写念啥？你敢想啊？咱这就是一周年度者，啊，你直接小乱。我惊伊个喙齿无啥条话。哦，过来是YouTube 的留话就是安尼。过来就是伫咧留伫咧啥物所在？留伫咧咱的 Apple Podcast 的评价，就是听众朋友，你若是用 Apple Podcast 听，就是下骹会当试讲1粒星、2粒星、3粒星，等等等5等奖，无啦，大叫各位比掉啊，就是会当就是写你的支持度啊是啥物啊？若是有讲有啥物指教，啥物你嘛使写伫面顶甲阮讲，阮拢会看。啊，这是一个合作完全热爱iPhone 一切，我无爱共拍广告哦。迄个第一名已经无需要阮甲拍广告啊。伊写讲5星支持，5星的赞支持，因为无意中看到无输坐巴士是完全台语的节目，啊，着甲因囡仔看咧着调咧啊。想袂到，佫会当互家己会当安尼轻松接触台语，嘛会当听到公司的 Podcast。日常生活用语用台语讲出来，目前嘛听有超过8成，互伊足欢喜的哦，真多谢恁。感谢，这是伊多谢咱。请继续加油，互阮佫较侪访问。好啦，一定会。好啦，我佫拼一个人。哦，偏价，我就是讲无人写呢。嘛是有啦，咱弄一档安尼。好，过来换你。过来是伊讲想要。你个念出来啊！要求啥物？你个念出来啊！你念一下啊！敲碗题目。第一来讲就是伊有一寡要求，敢是要需求？哦，嘿对，建议啦，建议。嘿啦，就是想要听啥物款的题目？伊讲两位主持人好，真欢喜恁的啊，真介意恁的节目。你即摆喙嗨起，目睭嘛嗨起。就是一个伫咧讲一寡即卖的议题，啊，佮有台语的传承。伊讲咱做趣味的啊，趣味敢有啊，风趣。你讲呢 ？Are you OK？ 我可能台文看伤久啊。哦，真趣味啊，佮有会当传承台语啊，对想要甲台语找倒转来的人，真鼓励。请问即个节目敢会当针对讲咱最近的新台语流行剧做一寡题目，参像婚姻结业期结，你讲哪来？婚姻结业式好无？结业期，咱小出来去，咱来去。等这个网友等互咱一粒星，我甲你讲哦。歹势，婚姻结业式，婚姻结，甲他结，你做啥？婚姻结业式，搿一个，哦，就歹念诶。搿一个，婚姻哦，姻哦 ，in 姻，婚姻结业式，对，无法度。好，过来继续念。婚姻结业式，对，有婚姻的议题，嘛有台语的议题，有时阵这个听众会感觉讲，应该爱有搁较有开口的台词，毋过一时想无，希望两位主持人应该会当，应该有才调啊，期待。哦，伊的意思敢是讲，伊伫这戏内底看到讲有一寡伊感觉会当搁较在地，还是讲搁较口语化的台语？嘿啦，应该是安尼。是戏内底还是讲咱两个？讲好清楚哦。阮两个应该是伊看戏啦，因为迄台词有一寡可能就是较华，华语直翻安尼。哦，好啦。但是吼，即个婚姻的议题吼，我看我是无法度啦，我嘛无法度，因为我才18岁尔，我也无谈过恋爱啊。你卖骗了我。要紧啊，咱临工邀请迄。就是婚姻的专家，邀请婚姻的专家来，就是来讲看这个议题。但是若是要讨论，我是在讲啥？若是要讨论台剧是会使啦，因为阮搁想看卖好无？搁互阮一点仔时间，互我想一个啦吼。搁来要想，这我家己念敢袂足奇怪哈？这个互你念啊，这个互你念。倒一个？正平一个。正平一个。
伊个伊互咱的笑声，伊互做吹的丸啊，吹完了。完啊，讲伊感觉伊就是漂茶你写也念出来啊，魔性魔性笑声中毒，对，就是讲伊甲伊两位主持人真魔性的笑声，佮有乌边讲台语的口音啊，每一礼拜拢就期待新的一集。南部的口音，你看南部，阮中华。迄毋是台北以外，拢是南部。你黑白讲啊，黑白讲，搁要叫人投诉啊！敢有魔性的笑声，我敢有魔性，你是魔鬼，魔会入，魔黑白唱天使哦，天使 ，OK， 天使哦，天使。好，过来，这个名足长诶，会收藏吉利进，这是别个节目，我白念，这个甲毙掉，会卖奖。伊讲真优质的频道，因为想要学台语，所以点厝的时阵，拢会甲老爸老母做伙看公司台语台新闻、戏剧等等。最近搬出来外口大无电视通看，甲你共款诶，无电视。我有电视。哦，你有电视哦。我这是无电视迄个。啊，伊讲伊凊彩找迄台语的 podcast， 拄好咱听着咱这个频道，听第一集就感觉咱两个甲咱乌白白讲话足趣味的，台语嘛讲甲足清楚的。多谢恁用心制作节目，我真介意。哇！加载过来，无写批来甲咱骂。好，过来是一个网友写批来，随便讲伊讲的是，我这是我嘛是感觉这是正批啦吼，会使念啦吼。我袂讲，这会使念无？这会使念无？我感觉时间够长啊啦。你歹势吼。好啦，加减念一下啦。听众朋友因讲吼。这互 Podcast 的白白，多谢恁轻松快乐的主持甲古水的笑声。伊讲咱古水呢，你看咱无魔性啊，抑佫有做者精彩的访问。啊，毋过讲话时，录音的歌甲合喙音的么会无去，歹势。拄则就，所以阮拄则开始就开始迄个有无？迄个万底深坑，迄个深有无？深的么，阮就会甲伊找倒转来。一定会。但是我感觉你看伊头前安尼讲哦，伊后尾是写讲，害我心肝头敢若有一角啥物嘛落无去，嘛才会有机会当找倒转来。多谢恁，互阮心情轻松的陪伴努力。我也是感觉，听众朋友，我听，我嘛是感觉，这个老话是伫表达伊对白边的感情。恁感觉是毋是这个意思？你莫黑白讲好无？我安怎听拢感觉讲，就是迄家做讲吼，要来甲你讲啥，啊讲完了就讲，其实我心内拢是你安尼。伊可能是期待讲会安怎念，啊毋过无说伊念着去，所以伊就落一角安尼，我是安尼感觉啦。伊落起来迄个你会甲伊扣转来？以后拢会扣转来。请问你要扣的是迄个么，还是野心？我会哥甲我请选啊！你不爱扣野心吗？野心嘛无安怎，野心落去啊，心搁低啊啦。哦，好啦，过来，咱要来一个 special 的哦。你做细呢？你敢会使较自然呢？无，我听到special我欢喜啊！就是你敢知影讲咱顶个月的时阵，就是立冬节啊，咱有办一个非常了不起，大家来挑战，就是智慧之神甲秘密队长的活动。阮看伊影片了，阮感觉讲哦，这小朋友讲台语真正是足趣味的，听着足心实的，古锥。对啊，但是迄影片无公开啦，所以无法度互恁看。结果尾啊，我甲白边就想讲，哇，咱这1周年度节，来互恁听一个轻松的，互恁甲阮做伙听看，就是即种哦，做伙来听小朋友讲台语。好，就安尼啊。小朋友想讲，恁这是毋是想要骗同哥？好，咱先来听第一条。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我是台北囡仔，我要挑战秘密队长。我上介意过年，因为过年的时阵，我会收着足侪红包，阁会使出去外口的店放炮啊，我感觉足趣味甲满足的。哇，台北囡仔，台北囡仔会使放炮啊？会啊，有一寡所在会使放炮啊，毋是讲啥物，就是岸边啊，是啥物放炮拢有限制。可能。都是有一寡所在会当放炮啊啦。
我看这囡仔拢足介意，就是过年哦。啊，咱袂记甲听众朋友讲咱的规则，就是讲吼，智慧之神迄就是伊有一个就是迄叫啥物绕口令，搬喙饮哦，搬喙饮啦，搬喙饮有一个搬喙饮，互大家念。啊，阮感觉就是美美队长一个较趣味，因为小朋友家己会做久。我来摇，我感觉大家拢足介意过年，一定的、啊，因为我嘛上介意过年。有红包摕，对啊，有红包摊摕呢，偌赞呢。啊，咱即马无红包啊，而且这个囡仔讲话足紧的呢。伊可能甲我共款紧张啦，伊紧张哦。咱遮无红包，咱遮过年的烦恼啊，因为着爱分红包。真的哦，迄真的是哦，钱包爱破一空，心痛。好，咱过来听第二条。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我是台湾囡仔，我要挑一个美美队长。我上介意我生日这天，因为会当食到足好食的鸡卵糕，阁会收到礼物，我感觉足欢喜的。哇！小朋友，你敢知影？今日嘛是阮乌白边的生日，无啦，是来听乌白边的生日啦，毋是乌白边的生日。阮乌白边的啦。哦，囡仔今天是做介意过生日的吼，真的。所以你细汉生日的时阵，恁敢有食鸡卵糕？一定有啊！哈，那还好，我细汉的时阵无呢。啊，无食啥？低卡米线？无啊，阮细汉就无咧过生日吧，因为细汉的时阵就是拢看亲情朋友。袂讲啊，等下网友佮寄做一个鸡卵糕来互我。你想这啊？无啦，就是阮细汉较无咧过生日啦，啊大汉了后，我生日咯无一定爱礼物，但是我一定爱本来就爱有鸡卵糕吼。系啊，就是爱有迄个形式哦，迄是一个仪式感哦，就爱有分蜡烛，无你用赖打我分一个嘛好啦。爱下愿啊，人生就是爱下愿啊，下愿才有希望，有希望你才会有迄叫什么？有希望，好啦，活咧，好啦，咱继续听后一条。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我是清水囡仔，我要挑战美美队长。我上介意5日节，因为伫迄天会当食到阮阿嬷包的肉粽，阁会当看到7期的白龙船比赛，互我感觉足欢喜的。我看这个小朋友甲你同款紧张啊！7期的，7期的白龙船比赛。哦，伊这拄好讲的5日节，就是咱迄当阵有无？就是咱5月份的时阵。咱是5月份的主题是5日节还是6月份啊？我嘛袂记哩啊。我嘛做怀念阿嬷包的肉粽。阿嬷即马有岁啊，就是较无伫包肉粽。虽然讲阮阿嬷毋是阮阿嬷，虽然讲阮老母有传承啦，但是你嘛知，你别讲阿嬷的迄个味就是无共款，无共款啊。阿嬷的味啊，迄就是阿嬷的味啊。阿嬷的手包的。阿嬷炒的料拢无共款，有一个阿嬷味，这个听起来怪怪。哦，咱继续听后一条。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我是高雄囡仔，我要挑战美美队长。我上介意过中元节，因为伫中元节迄天，厝边头尾做伙普渡拜拜，准备大鱼大肉，要来祭拜好兄弟，互我感觉咱的传统文化真趣味。哇！甲我共款呢，我嘛就爱普渡诶。你早惊惨啊，对无？系啊，咱住伫外口诶。我感觉天下父母心拢是共款诶。大概普渡的时阵啊，阮老母就会敲电话讲：你要食啥物饼，还是要食啥物泡面对？你敢有？恁老母敢有？无呢，无。啊，无你买啥？啊，都因买拢你爱食诶。糖仔饼啊，糖仔饼。无啦，我较无经食啦，啊，都是有啥物就食啥物。嘿，对，听众朋友白白真正是无经食。迄便当见啊，变啊，见啥？变啊！迄便当拍开，我拢会讲，白白，你碗捧过来，我甲你加菜。哦，一工干我拢甲迄便当的菜摕伊食。系啊，你较无经食，所以恁老爸老母买啥你拢好哦。系啊，哦安尼。无啊，即马其实因为厝内有囡仔啊，所以就是主要是买一寡囡仔人爱食的啦。是哦，啊，我就加减食安尼啊。好啦，迄个乌白妈妈失礼啦吼。恁囝就是经食佮歹油脂啦吼，你特别买啥我拢讲无爱，所以阮老母就足巧，伊拢会敲电话讲，你要买啥？甲你讲啊。先甲你问啦。对啊，伊会叫阮小弟敲电话互我问，看讲我要买啥，想要食啥。啊，若是转去阵，因会老讲啊，即份是要互像，即份是要互像安尼。但是你袂感觉坐车的时阵载遐济物件做烦的啊？
我就会当炸偌济就炸偌济啊，真正是早惊菜。但是我你讲，我长期拢会摕一项物件，摕啥？香菇。伊讲打迄哦，对，因为普渡毋是有迄菜碗有无？菜碗毋是会放一碗香菇。阮兜无呢。恁兜无吼？或者就是阮有迄菜碗，迄菜碗迄大料啊，我拢会讲我要爱这。因为当来阵你若想要煮汤欠芳还是创，你知影香菇外口买足贵的无？真的，早囝菜登去摕就是免钱啦。迄种朋友也爱学起来哦，毋是登去做早囝菜咯，是登去就是摕香菇，毋是，是登去看老爸老母是怎摕香菇。你讲无？我嘛毋是讲早囝这是菜咯，迄后生菜嘛是会使的哦。吼，阮是鼓励。所有的人吼，虽讲老爸老母诶，阮阿嬷安尼念啦，但是吼，伊嘛是做欢喜讲阮孙啊，即个孙啊，是讲即个囡仔会当转去。嘿啦，安尼才有理由通转去啊，对无？对啊，就像咱拄则头前就是迄批内底，毋是批内底，就是迄网友老话讲诶，伊即马就是因为疫情诶关系分开，但是思念诶心是袂改变诶。等待若过来较远好诶时阵吼，一定爱赶紧转去哦。是啊，一定爱转去哦。啊，若无法度转去诶人吼，即马。就是即马手机放，不是手机手机随摕起来，打电话互恁老爸老母，甲伊讲一声，无代志毋通出门，爱洗手哦。大家互相注意啦。对啊，互相注意，互相关心啦，吼。好，咱过来听后一条。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我是麻豆囡仔，我要挑战美美队长。我上喜欢过29暝，因为伫迄天的时阵。阮规家伙仔会做伙食团圆饭，佮会使领到真侪红包，我拢会感觉足欢喜的。哇！即个麻豆囡仔伊的口音佮伊的声有够好听呢。伊的声有好听，感觉是参加比赛迄种诶。参加比赛，参加你拄仔是讲参加还是参加？参加比赛，伊嘛生得足高追，而且看即个影片，那就是伊家己摕手机翕的呢。系啊，哦，这麻豆囡仔有前途哦，赞！小朋友后壁要来阮遮录音无？要甲邀请哟，对啊，敢有囡仔敢来遮甲阮安尼拍啦2-30分钟，趁收费，会叫咱别甲起笑无？袂啦，你看人啊好，你哦，也是你无好，我好，啥拢是我无好。你看，真正是互咱讲着有无？小朋友拢上介意就是过年啊、29暝啊。但是我会记你，但是因为阮兜是巷仔来，阮兜阮遐是一条巷仔，但是29暝的时阵，因为我以早就是爱做工课，所以我是29暝迄天才会转去。转去的时阵，规条巷仔拢是，就是拢柑仔色的。你知影啥呐？柑仔色。因为我转去的时阵，逐个拢伫烧金。为虾米？迄29暝毋是爱拜天公？哦，你转去较晚哦。对啊，我就是转去的时阵坐迄尾房车啊，就安尼坐安尼哭安尼哭转去。哦。对，转去的时阵，辛苦。转去的时阵就是规条巷仔拢伫烧金，规拢足热的哦，拢足热。寒就对啊。对，拢足热啊。你转去的时阵，逐个人咧看，像因兜查某囝转来，因兜查某囝啊，大家咧甲伊欢迎呢。对啊，阮哪里有 superstar 呢？乡亲啊，我转来，我手拢咧挂物件，我挂迄空的卡棒。哦，因为爱做菜啦，无啦，你在做菜，我是挂我爱心转去啦，还是空的啥物爱心？内底有钱啊。有钱都有够啊吧？有钱这个爱用迄，无啦，迄个卡棒可能是要赶得去阮老母的啦。我被妈妈真正感觉耳仔足痒的，就是啥啦，就是讲一个节目安尼，一直安尼，一直甲伊 Q。对啊，一时爱甲伊回息咧，无咧，逐摆拢是甲伊回息咧。迄个白白的妈妈啊，你嘛爱出来负责一下啊？是要负责啥？好啦，咱今仔日安尼。多谢这集真正是足趣味、足轻松，欢喜，用一个足轻松的骹步，轻松，是毋是一条歌？你买个轻啊？轻松松的来播，听众朋友敢会拢无听过这个歌哈？因为这个歌足老的呢。我伊讲唱你18岁，无。我伊甲你唱诶，无迄阮听老母唱诶啦，阮老母啊，阮阿嬷，我被妈妈唱诶啦。我伊甲你唱诶《西牙齿》啊，佮有人西，随便讲迄菜头粿会晓唱嘛，佮有迄天咱迄像
小天地是无？非得就是因拢会晓唱，但是我感觉想讲，因为咱迄听众朋友啊，有诶18岁到22岁，我想讲，这囡仔到底听咱讲话时阵，因的心内拢在想啥物？嘿，18岁至22岁囡仔哈，你若听到阮即摆咧甲你叫吼，拜托诶，老话甲阮讲者，你听阮的节目时阵是用啥物款的心情？啥物感觉？是用啥物款的心情？好啦，安尼今日时间嘛，真正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好，会当收尾啊。好，交你。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有啥物要配信，做回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多谢大家努力。大家好，这是公司。你做啥？正经诶。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有啥物要配信？后尾是啥？做回来听。什么？做回来听，黑白边，黑白边，不是？哦，啊，有啥物配信？敢有需要合做伙？无，无好。对。哦。伤久无念啊！你看两个个面，爱想者，爱想者。哦，过来一遍。